天主教勞工事務委員會咧成立咗35週年啦，恭喜晒！香港天主教勞工事務委員會，即係勞委會，5月1號聖若瑟勞工主保瞻禮當日喺西灣河聖十字架堂舉行成立35週年感恩祭，請嚟周守仁樞機主禮。中文有個字啊，愛啊，愛其實係2個字組成嘅，就係受，接受個受同埋個心，心之所受咧就係愛。被愛嘅人，佢嘅心係知道佢係被愛，因為佢心受到呢份愛。所以我哋最緊要就係嗰份同理心。我哋每日都要面對關係之間嘅張力啦，生活同埋工作嘅矛盾啦。但係咧，我哋嘅信仰，特別係主耶穌交俾我哋愛嘅誡命啊，我哋就要繼續努力咯。等香港嘅勞工階層能夠感受到愛、理解、陪伴同埋支持啊，咁呢個都係勞委會一路都會幫助我哋啊，喺呢方面。周樞機喺講道入邊勉勵勞委會，除咗繼續為勞工階層爭取應有嘅尊嚴同福利之外，仲要擔當橋樑嘅角色，促進僱主同勞工之間嘅溝通同交流。我想加多樣呢個重要嘅，我哋都唔可以漠視僱主嘅需要同埋佢哋嘅困難，唔係可以淨係幫一邊嘅。點解？因為我哋係橋樑嘅教會。OK， 橋樑嘅教會就係我哋希望能夠擔當一個勞工同埋僱主之間嘅橋樑角色嘅，都要做嘅。希望就能夠促使兩邊都有更多嘅溝通同埋交流。呢個就係我哋嘅功夫。彌撒完結之後，勞委會亦安排咗分享環節，請嚟勞委會首任執行秘書同埋幾位受惠工友一齊回憶初心同暢談感受。咁我哋就好想咧，真係能夠團結教會嘅力量，喺教會裏邊咧，對外我哋能夠推動整個教會，唔係淨係幾個團體去關心工人嘅尊嚴、人嘅價值，而喺教會外邊咧，我哋希望亦都有一個好清晰嘅教會嘅標記，就係我哋係一個喺社會裏邊一個酵母，一個鹽，一個光咁。而我會用2個字去總結或者形容，就係有情有義咯。情係我哋一班朋友嘅情，我哋對教會嘅情，我哋對堂區都有一份嘅情，我哋都對個社會有一份嘅情。另外我哋嘅義就係我哋都希望真係社會正義喺社會得到伸張，特別喺即係勞資關係裏面。所以我會用情義啦，去講我哋嘅初心。活動結束前，勞委會喺聖十字架堂露天廣場設置攤位，由轄下各間牧民中心嘅婦女團體以及少數族裔負責介紹同製作家鄉美食款待出席者。